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31日，以弗所书3章7节安尼讲：我做这个福音的车用，照上帝恩典的赏赐，就是照伊的权能所运行来赏赐我的。三甲来祈祷，互阮做福音的车用，是照你恩典的赏赐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真、至圣的全能上帝。你是怜悯、恩典、慈悲、疼痛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欢迎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要来称颂、甲号落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施恩赐福的源头，你是活命的主宰。我要一世人来敬拜你无煞。主啊，感谢你拣选阮，互阮通参与伫你天国的福音，求你互阮无靠家己，单单来倚靠你的带领。求你互阮存谦卑的心。互阮的一生忠心回应你的呼召，因为阮做这个福音的车用，是照你恩典的赏赐，就是照你的权能所运行来赏赐福阮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